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黎生頻道黎生帶你睇房節目。我係 Charlie， 你亦都係叫我黎生。呢個睇房影片唔係為咗賣房而拍嘅影片，更加唔係所謂嘅探訪影片。呢個真實案例發生喺我或者我個團隊嘅真實案例分析，係我代表buyer客人買落嚟之後嘅房屋影片，主要係分析同埋總結呢間屋嘅狀況。好嘅地方我會加分，唔好嘅地方我會扣分，好公平、公開、誠實同埋專業。最後就會公佈呢間屋經過我談判之後買落嚟嘅成交價。估計你係好難揾到第二個好似我咁樣做睇屋影片嘅。今次帶大家睇個獨立屋，係喺萬錦嘅 South Univille， 嗱，亦都係俗稱嘅南漁人村或者叫南於人村啦。之前呢，我亦都有一集拍過呢個社區間屋嘅。咁呢兩間屋嘅都喺附近嘅啫，好近嘅。嗱，呢間屋嘅外形呢，同埋裏邊嘅 layout 咧，同之前嗰間屋呢係差唔多嘅。只係裝修個風格同埋檔次唔一樣嘅啫。好多人對呢個社區咧都好熟悉㗎啦，因為呢個社區咧係我哋唐人最喜歡嘅社區之一啦。唔單止校區房、購物同埋其他生活設施都非常之齊全嘅。South Univille 嘅社區同埋 Univille 唔一樣嘅地方咧，就係佢係一個新區嚟嘅，但同時咧亦都係相對成熟嘅社區。喺依家市場唔好嘅情況下咧，呢個社區間屋咧都仲係比較好賣嘅，可以想像得到。如果係市場好嘅時候，呢個區嘅屋咧搶 offer 嘅情況係何等激烈啊！好，我哋而家去睇下呢個社區同埋呢間屋嘅情況啊！呢間屋喺我哋熟悉嘅萬錦市 South Univille 南漁人村。呢個社區比較新，係2000年左右開發嘅，所以呢度嘅屋咧普遍比較新。社區嘅環境好好，安靜及安全，街道平整乾淨。樹木好多，社區嘅居民素質普遍都比較高。呢個社區嘅地理位置好好，社區嘅西面係 TNT 朗豪坊、旺角廣場，北面係 Highway 7 Markville Shopping Mall、豐泰超市同埋無數嘅中餐館，有個好著名嘅食街。東面係 McCowan， 附近有個大型嘅公園。南面係 Highway 407同埋14街都好近。所以呢個社區係華人主要嘅活動中心之一。喺呢度居住嘅唐人比例好高，達到71%。因為呢個社區有錢，所以社區嘅配套設施非常完善，資源好充足。我哋今日介紹呢間屋係雙校區，高中係菲沙排名第2嘅 Markville Secondary School， 小學係菲沙排名97嘅 Union Meadows Public School， 呢啲都係好學校。呢個社區家庭嘅平均收入係12萬左右。呢間屋嘅外形設計仲係可以嘅，雙車庫，車庫門係單線門，方便進入停車。長 driveway 可以停4部車。呢間屋兩邊嘅通道比較寬敞，標準嘅設計。門前嘅 porch 做咗玻璃屋，唔算特別好。我一直唔係咁中意呢種做法。當然我係理解好多人咁樣做係可以充分利用地方，但就係因為咁樣。明明係高檔嘅屋，即刻變咗低檔啦。主流白人嘅屋係好少咁樣做嘅。入門後嘅第一個感覺仲係可以嘅，門前嘅位置唔算好光亮。而家因為開咗燈，所以覺得好光亮嘅啫。如果門前唔做玻璃屋嘅話咧，呢度嘅位置會光亮好多嘅。大門係雙線門，大氣。9尺嘅 smooth ceiling 有適量嘅 pot light。火翼嘅地磚有啲過時啦。但保有得好好，地板係 maple 嘅實木地板，唔係 oak。maple 係要比 oak 要高檔嘅。門前嘅 foyer 夠寬敞，足夠位置同埋空間俾你入門換鞋帽，何必要做嗰個玻璃屋呢？牆身有新油漆過嘅 dining room 同埋 living room 都係連通嘅，感覺比較寬敞。因為有2個大窗，所以好光亮。呢個亦都係依家好多新屋一樓嘅 layout 設計嘅特點。上2樓個樓梯喺屋嘅中間，旁邊呢個位置做咗個細嘅櫃，唔單止漂亮，而且能夠提供方便俾 dining room。dining room 同 living room 嘅空間唔夠大，有啲細。呢邊有個大窗，可以直接睇到後花園。呢種窗簾比加州百葉窗要漂亮得多啦。旁邊呢度係廚房，廚房係新裝修過嘅。廚房嘅位置還 OK 啦，因為裏邊有個窗。所以使得廚房好明亮，廚房整體比較寬敞嘅，
地磚亦都係新鋪嘅瓷磚，呢種瓷磚嘅檔次一般啦，但顏色同埋花紋同廚房嘅整體顏色比較搭配。Marble 嘅 countertop 有造型嘅瓷磚做 backsplash， 顏色都比較和諧嘅。屋係實木嘅櫥櫃，有翻新過。廚房係左右兩邊嘅設計，咁樣嘅設計係好方便使用嘅。呢邊同樣係 marble 嘅 countertop， 保養得好好。呢個窗好重要，使得廚房好明亮。但係同鄰居嘅窗對住，要裝窗簾啊。兩個星唔係新嘅，櫥櫃門嘅膠冇裝延遲嘅裝置。一個轉彎嘅 countertop 做咗個細嘅 island。呢個 eat-in kitchen 嘅位置好好，空間亦都比較大，足夠4至6口嘅一家人喺呢度食早餐。一個去後院嘅推拉門，以後兩邊各一個大窗，使得 eat-in kitchen 好明亮。後花園方方正正，好平整。fence 有啲舊，1/3嘅地方鋪咗磚，呢種水泥磚好低檔嘅，保養得亦都唔好，因為呢塊地比較平整。所以使得後花園睇上嚟好似好大咁樣，呢個亦都係呢間屋其中之一嘅價值所在。整個廚房嘅裝修雖然唔係好高檔，但保養得好，朝向好。我哋而家去 basement 睇睇，呢個平台位置同樣係實木地板，咁就唔好啦，因為租客係從車庫入嚟呢度嘅，呢個時候呢度就會有好多水同埋泥沙帶入嚟啦，咁樣對實木地板有好大傷害嘅。basement 已經裝修好啦，樓梯唔算好長，容易搬家私落去。地板係 laminate， 樓梯口嘅位置比較狹窄，司令係普通嘅纖維板。入嚟呢度係廚房，呢個廚房做得 OK 嘅，因為地下室嘅廚房一般都係咁樣嘅水平就夠噶啦，冇必要做到中高檔次，夠用就可以噶啦。呢個 cool room 可以做儲物室之用。呢度有個細窗，比完全冇窗要好好多。旁邊係浴室，裏邊空間唔算好大，亦都係啱好夠用就得啦。但樓梯口呢個狹窄嘅位置做餐廳就顯得好唔夠用啦。因為裏邊做咗2個房間，真係物盡其用，充分利用地方啊！呢個房間有個細窗，裏面嘅空間仲能夠擺放一張 queen size 嘅大床同埋一張書台嘅。而且有衣櫃，所以房間裏邊嘅設施仲係比較齊全嘅。另外呢個房間好似大一啲喎，而家呢個係 double size 嘅床，兩邊仲有比較寬敞嘅通道放床頭櫃，同樣有個窗，因為唔想擋住個窗，所以冇裝固定嘅衣櫃，但可以放5斗櫃之類嘅衣櫃嘅。旁邊係設備房，係設備，熱水器係租嘅，冇問題。Furnace 係中效爐，唔係高效爐，而且差唔多到期要更換啦。有加濕器同埋軟水器，冇 ERV。過嚟 Furnace 嘅另外一邊係洗衣房，洗衣房喺樓梯底下邊，真係能夠充分利用地方啊！地下室每個空間同埋地方都能夠利用起上嚟，冇地方係浪費嘅。但3至4口之家住喺呢個咁狹窄嘅地下室入邊，其實係好唔舒服嘅。所以而家表面睇落就好似好聰明，能夠利用地方，但最後應該係唔係咁好出租啊？除非租金要平一啲啦，否則如果按2房間大約1800蚊租金嚟出租嘅話呢，估計係唔容易出租啊。睇睇車庫，車庫係標準尺寸嘅雙車庫，旁邊有個側門，可以當一個分門咁使用，唔錯。車庫嘅地面好平整，而且入口嘅位置喺角落，只有1步級嘅樓梯，唔佔用車庫嘅空間同埋位置，好好。同車庫入嚟後可以直接落 basement 啦。租客可能要着住鞋落樓後先有時間同埋空間換鞋帽喎。呢個門唔應該安裝喺平台中間呢個位置，應該安裝喺上邊呢個樓梯口呢個位置。所以從側面反映呢個屋主係好自私嘅，唔係咁注意別人嘅感受嘅。咁樣嘅話，別人亦都可能唔會好好咁樣同呢個屋主配合嘅，除非租金要平一啲啦。但我估計屋主係絕對唔會接受同意租金要平一啲嘅做法嘅。好，我哋上2樓睇嗰4個房間。上2樓嘅樓梯同埋扶手都係整體性嘅屋實木，
手工還係可以嘅，但有啲地方保養得唔好。樓梯係分兩段，中間有個平台，咁樣比較安全，同埋上樓梯嘅時候咧比較慳力氣。樓梯間有個窗，雖然唔係好大，但能夠使得整條樓梯都比較光亮。上部分嘅樓梯比下部分嘅樓梯要短好多。咁樣嘅設計一般咧係一樓係9尺嘅司靈嘅設計風格。上嚟2樓後，睇到2樓嘅地板亦都係同一款式嘅 Maple 實木地板，牆身、地腳線、門同埋門框都保養得好好。先睇第一個房間，呢個房間好寬敞，可以放一張 Queen size 嘅床加兩邊床頭櫃，但只有個細窗，窗外係向北，而且係對住鄰居嘅牆身。地板亦都係整體性嘅 Maple 實木地板，通道嘅空間比較寬敞。司靈保留咗 Popcorn 司靈，只有一盞普通嘅吸頂燈。地板保養得同樣好好。呢個第二個房間，同樣係實木地板。房間嘅空間比第一個房間要寬敞，可以放張 King size 嘅大床，加兩邊床頭櫃後，仲有好多空餘嘅地方。有2個窗，好透光。窗外係向西，對住社區嘅馬路。佢個旁邊係第三個房間，呢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面積差唔多，比第二個房間要細一啲。同樣有2個窗，亦都係向西嘅，好明亮。可以放張 Queen size 嘅大床加兩邊床頭櫃，同樣係8尺嘅 Popcorn 司靈，同埋一盞普通嘅吸頂燈。呢個係3個房間共用嘅浴室，地磚鋪得好好。同木地板銜接得好平穩，地磚嘅質量一般，但保養得唔錯。白色嘅 Quartz countertop 屬於材料費最平嘅嗰種。咁長嘅 countertop 只係做一個星，而且呢個星係好細 size 嘅，好低檔。大鏡冇包邊，鏡前燈亦都係好普通嗰種。裏邊有個窗，非常之好，但對住鄰居嘅窗要全天關閉窗簾至得啊。將原先嘅浴缸改為站立式 shower。呢種做法好有亞洲人嘅風格，但係唔受主流市場嘅歡迎嘅。所以呢個社區嘅居民種族結構基本上以唐人同埋印巴人為主，好少白人喺呢個區居住㗎啦。呢個第4個房間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嘅面積比較適中，唔算好寬敞，但係亦都唔算細。有3個窗，房間好明亮同埋舒適。主人房浴室嘅地磚鋪得亦都好好。同木地板銜接得亦都好平穩，地磚嘅質量屬於中檔次，地磚嘅顏色同埋條紋都唔錯，保養得好好。黑色嘅 Quartz countertop， 1個星，底座係壓縮板，好睇唔襟用。大鏡冇包邊，浴室比較明亮，但係唔夠寬敞。浴缸嘅位置唔錯，喺窗嘅下邊，明亮。窗外係後花園。離對面鄰居個屋距離好遠，所以呢個窗唔需要成日都關閉。浴缸嘅旁邊係站立式 shower， 係全新裝修過嘅，用玻璃做嘅隔牆，裏邊嘅瓷磚做得唔錯。呢度放咗個單筒嘅洗衣機，好得意，典型嘅某國人嘅生活方式。雖然到時候我哋可以將佢拆走，但問題係如果一旦拆走，底座嘅邊板就會留低2個窿，就係因為咁。呢個屋主俾我斬咗5000蚊啊！理由係我要重新裝個 vanity 同埋 countertop， 係咪好好笑咧？再睇睇主人房窗外嘅朝向，係對住後花園嘅，遠離對面鄰居個屋，可以好好咁保持私隱性。向東，早上陽光充足，喺角落嘅位置有一個唔算好大嘅 walk-in closet， 但可能唔夠用。2樓嘅整體 layout 還算可以嘅。雖然司令嘅燈唔夠多，但係因為樓梯間有個大窗，所以使得整個通道同埋樓梯間都依然好明亮。不過作為一個只有1800尺左右嘅獨立屋嚟講呢，2樓做咗4個房間後，洗衣房就只能夠放喺地下室啦，就要同租客一齊共用一套洗衣機同埋乾衣機啦，咁就唔係咁好啦。1樓嘅 layout 整體嚟講亦都係中規中矩嘅，廚房同埋衣櫃嘅 layout 仲係可以接受嘅。最後，我會同大家跟進呢間屋嘅售賣情況。
OK， 我同大家匯報下呢間屋售賣情況啊。嗱，呢間屋叫價128萬，要搶 offer。嗱，好多人講，喂，呢個咩時候啦，仲要搶 offer 啊？嗱，係啊，唔好以為咧依家房屋市場差，係 buyer market 就只可以向下斬價，就唔可以向上加價，就唔可以搶 offer。嗱，問呢個問題嘅朋友咧，應該唔多熟悉我哋多倫多嘅房屋買賣嘅習慣做法，或者係賣房嘅策略啦。我會喺另一個節目，今日 topic 嗰個節目咧有詳細解釋嘅，我就唔喺呢個節目講啦。係嘅，叫價128萬係要搶 offer 嘅。嗱，關鍵咧就係目前呢個市場價係幾多嘅啫嚇？目前市場價係163萬左右。經我哋雙方經紀來來回回嘅談判，最後嘅成交價係155萬，俾我斬咗8萬。嗱，呢個屋主咧喺2022年最高價嘅時候買入係172萬，而家係155萬賣出，帳面蝕咗17萬，亦即係話經過3年後房價跌咗17萬，跌幅接近10%。當然啦，比起某大國嘅房屋跌幅嚟講呢，只係小巫見大巫啦。恭喜我嘅 buyer 客人買到佢哋 dream home。好，今次黎生帶你睇房節目就先到此為止。歡迎大家討論區表達你嘅意見啦。如果喜歡我嘅視頻，請點讚啦。我非常樂意幫大家喺大多倫多地區買或者賣你間屋嘅，聯繫我啦。喺我視頻好多地方都能夠揾到我嘅個人聯繫方式嘅，幫我哋間屋低價買入，高價賣出，係我最高嘅追求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